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求你开阮耳孔，来听你要对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创世纪47章的第29节是安尼记载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在伊死的日君啊，就叫伊的囝约瑟来，讲：你若真正友好我，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的咒诅，忠诚答应我，无甲我埋葬伫埃及。这个记载是咧记载雅各，伊感觉伊这要死的进前，就请约瑟来将手就放伫伊的大腿下。其实这应该是最早期的一种宣誓的仪式。原文其实是放伫查甫人上温书的所在，听有意思啦吼。是安尼吼，就是放伫查甫人上温书的所在，伫遐誓约。所以真个影像爱请咱爱会记一个吼，因为所放的所在是查甫人上温书的所在。台语有真侪讲法啦吼，我就莫去讲啊吼。就会互神学家讲，这互宣誓，这个宣誓显得更加神圣、加严肃。随上，这个宣誓，咱嘛会当参考创世纪24章第2节，亚伯拉罕请伊的罗伯来的宣誓。所以，这会当参考，大概伫创世纪内底，咱看到这款的宣誓。然后，咱读到迄个忠诚答应我，其实忠诚是原文是2字，翻译出来应该叫做慈爱甲诚实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2字放做伙，时常伫立约的时阵来出现伫旧约内底。这2字的真正的意思就叫做忠诚。我若听你不变，安尼是毋是忠诚？对嘛吼？所以这句话完整来解释，咱讲这是一个无变的疼，不变的疼，不变的慈爱。伫旧约内底，咱时常读到这2字放做伙的时阵，时常用来表达上帝对人的态度。有当时啊，咱伫无共款的所在有读到这2字，但是翻译出来无啥共款。总是伊拢要表达一项代志，就是忠诚，也是忠实的意思。当然，这项代志嘛会当用伫人甲人中间，所以咱直接读到的是约瑟咧吩咐雅各，雅各咧吩咐约瑟，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宣誓。你爱不变听我用这种方式，听有意思啊吼！你无改变听我的方式，就是安尼。这是雅各第一段的遗言，伊请约瑟用宣誓的形式，爱约瑟保证唔通将伊埋葬伫埃及。传统上，族长、家长啦吼，的丧礼是下一代的族长爱处理。听有意思哦，传统上是安尼，随上伫咱台湾应该嘛是安尼吼，就是下一代的族长也是家长来处理。所以伫遮已经咧甲咱暗示一项代志，暗示啥？这项代志发生，就暗示讲雅各爱约瑟做第4代的族长。随上后壁更较清楚啊吼，后壁更较清楚。咱来知影古代近东的文化的习惯，甲台湾真类似。因会用心咧选皇帝，因认为安尼死者才会安然落去到阴间。
这个因间我就莫阁解说，因为这是我顶过有讲过三赞天当时的三赞天的宇宙观迄款的观念。实际上，这嘛甲东方的习惯有真类似的所在，因为伫台湾人也是华人的传统内底，其实有一句话叫做“落叶归根，落叶归根”，这同款的意思哦，拢同款的意思。所以当雅各破病时，迄是伊个身体个臃肿，但是伊感觉伊要死啊吼。总是第二段咱个读到的48章的所在。当伊破病的时阵，约瑟带伊两个囝来看伊。创世纪48章第30到第40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甲约瑟讲：全能的上帝捌伫迦南地的路斯对我显现，赐福我，佮甲我讲，我要互你生看真多，真做真多族，佮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，做因永远的产业。现代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，摩西五经，咱也直接翻译叫做 Torah 这个故事的顺序甲内容，大概是伫以色列百姓受领的期间固定落来。伫这个固定落来进前，拢是讲故事的过程，听有意思吼？就是这个固定落来，毋是迄个时阵较存在，毋是吼，是古早人是用讲故事的方式、讲古的方式留这个故事落来。总是这个内容固定落来，大概是伫以色列百姓受领的期间。所以雅各直接讲，永远做因的产业，做因永远的产业。伊指的是当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，上帝讲这叫做永远的约。创世记27章第7节，这是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的时阵讲永远的约。那安尼，什么会叫做永远的约？对当时的人立约的当时，因的理解是，这嘛应该是伫这个所在，雅各对上帝应允的理解，永远表达的是。这个所立的约超过伊的一生，要到偌久，唔知，对无？超过咱的一生，所以咱目睭看会到，看袂到，这个是永远。对后来这群受领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上帝亚伯拉罕所应允永远的约，就表示这项代志，上帝永远无。放下因，灭绝因，因为伊是不变的听的上帝，对吧？伊是信实的上帝。咱讲信实，其实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这两字合起来的意思。所以，伊是忠诚的上帝的意思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伫这要显示的是，伊一定会坚守这个约。对这群受领去到异乡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非常要紧的安慰甲毋望。事实上，不只是对这群受领的以色列人，对今仔日的咱嘛同款。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这个永远的约，表达的是啥物货？伊永无放杀咱，无弃杀咱。刷落去创世记48章第5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也未来埃及你遮以前，你伫埃及生的两个囝，以法莲甲玛拿西，对现在起要算做是我的囝，亲像鲁便、西面是我的囝。所以雅各伫遮直接表达。伊要收，伊要这个时阵吼，算收伊的孙做伊的囝，
听意思吼？因为马拉西甲以法莲是伊的孙嘛，对吧？但是伊讲，你生的这两个，其他的无算哦吼，这两个是我的囝。吼，雅各直接收因做伊的囝。咱若照大囝继承权，在申命记21章17节，随上图纸内底有记载了真清楚。大囝伊会当比其他的囝加得到1分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因兜这个囝若有12个，爱分做遗产，爱分做13分。听安尼了解吼？因兜若12个，安尼遗产爱分做13分，加1分是要互送的大囝。所以伫遮更较清楚，照这个律法来看，雅各这个动作就是立约瑟做大囝。我拄已经讲过啊吼，不止迄个动作，请伊帮伊埋葬这个动作，伫遮更较清楚咧讲，雅各是立约瑟做大囝，因为理论上约瑟甲伊两个囝拢会得到1份老爸的产业，所以不止加1份的，加2份的。听有意思吼？伫遮是安尼哦吼，不止加1份，是加2份哦。创世纪48章第8节，这是咱今日所读的第一开始所读的经章吼，做伙来读这段经章。来，雅各看到约瑟两个囝，就讲：因是啥物人？这个将瓦顿这位近代真出名的旧约神学家，伊认为，伊有小可无啥共款。伊认为雅各这个时阵会问这句话，无啥亲像现代中文译本，还是现代台语译本翻译讲，会理解讲雅各这个时阵是目睭花啦，目睭处处，迄个台语会当安尼讲吼，目睭处处所以看无。啊，因是啥物人啊？伊的理解是安尼哦，伊的理解讲，伊甲约瑟的对话更较亲像一个仪式，就亲像咱等一下会伫遮见证迄个就任的仪式，是用问答问答的方式来进行。所以，这位近代出名的旧约学家是认为讲，这更较亲像一个仪式，透过对话。正式收这两个囡仔做伊的囝，听有意思吼？这个仪式是安怎？正式收这两个囝做伊的，这两个孙仔做伊的囝。然后搁一遍出现这款的情形，因为以法莲是小弟，马拉西是兄哥。然后呢，约瑟是带马拉西伫伊的正手边。听有意思吼？伫雅各的正手边，然后以法莲呢是伫伊的倒手边，结果无拍算发生这项代志，就是创世纪48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雅各双手拍青，伸正手划细汉囝以法莲的头壳，倒手划大囝马拉西的头壳，安尼啦。煞变安尼啊！明明照约瑟的安排，伊就想讲会当互马拉西接受雅各正手的祝福，因为啥物会是安怎是安尼？是正手当时的人认为这叫做尊贵，正手叫做尊贵，叫无拍算。雅各偏偏拍车啊就好，所以约瑟无真欢喜，甚至伊想要将伊的老爸的手刷开。总是咧，创世纪47章1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伊的老爸唔肯讲，我知我的囝，我知。马拉西嘛要成做一族。佮强盛，毋过伊的小弟以法莲将来会比伊较强，成做大族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雅各拒绝照次序来祝福，对无？
就亲像上帝迄个有心的利百加所讲的，大的要服侍细。后来，这个大的要服侍细，就成做圣经内底一再出现的主题，真特别哦。上帝恩典祝福临到遐个未堪得领受的人身躯顶头。这像是嘛咧对咱讲，什么会叫做上帝的竞选？上帝的竞选虽然有当时也无照牌理来出牌，颠倒人家己看起来亲像会顺序甲常态，当时这个原则嘛出现伫圣经内底几份家谱的中间，就亲像路得记第4章。历代志上第2章，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章，这几份家谱拢颠倒人的想象。既然也有女性外邦的女性写伫家谱的内底，这是真歹想象的代志。创世纪48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个以色列即时的祝福。做伙来读吼，做伙来读。来，伊就甲约瑟祝福讲：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上帝，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的上帝。雅各第一句的祝福，原文应该做我先祖亚伯拉罕甲以撒伫伊面前出入的迄位上帝。人若会当时常伫上帝面前出入，这叫做敬拜。所以现代日本就来翻译做敬拜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也是服侍，敬拜还是服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什么会叫做敬拜？就是到上帝面前啦。到上帝面前，咱只有来到礼拜堂，毋是哦吼？对，咱若有真正了解。咱的所讲所行，拢伫上帝面前的话，迄个时阵就叫做敬拜啊！敬拜甲服侍啦吼。所以伫上帝面前出入，原文是安尼讲啊吼，伫上帝面前出入。然后呢，这个上帝是眷顾我一生，这是台语的翻译，随上和合本是翻译做一生牧养我。牧养我较亲像原文的描述，因为雅各是照用伊用饲牛做伊一生的人生啦。伊是直接咧讲啥？伊咧讲吼，雅各饲牛羊一世人啊。然后伊发出的感受，后来才有大笔安尼吟，大笔是安尼吟。诗篇23篇第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这是对雅各开始才到大笔，更较延伸讲出来的感受。这种将上帝譬如做雇羊的，将家己譬如做羊。也正做以色列上帝百姓咧描述人甲上帝关系的 image。后来，这个 image 嘛深深伫现在的基督徒身躯顶头。然后上早是对倒来，就是对雅各的这句话来，这个祝福来。创世纪48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灾难，去为天使祝福，互这两个囡仔。愿我的名以及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名，通过因流传伫世间。愿因伫地上生团真多。迄个原文是使者，或是天使。什么会叫做使者，或是天使？就是指因是受托传达信息的
正的人拢是受托来传达一个信息，然后这个托付的人会当是上帝，嘛会使是人，所以这叫做使者，就是天使。然后伫这翻译做天使，就表示这是受上帝托付灵界的存在，受上帝托付灵界的存在。虽然天使受上帝托付，嘛有来毁灭性命的，咱来知影有哦，天使有这种来毁灭性命的哦。这嘛记载伫不只是创世纪内底，嘛记载伫撒母耳下卷24章。总是伫遮，雅各是求迄个一直要拯救伊、保守伊性命的，嘛共款来保护、来祝福这两个囡仔。然后原文会当做愿我的名，甲我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名，因为因受人提起。所以上尾的祝福是啥物货？上尾的祝福是愿以法莲甲玛拿西因正做别人认捌亚伯拉罕、以撒甲雅各的原因。翻译做生团真多，原文实际上旧约只有看到这个所在有出现尔。所以这个所在字字伫原文内底甲鱼的字根共款。所以一般是认为这个祝福是咧讲，就亲像上帝创造的时所讲的话，讲着生团着加天，互海人充满生物的字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祝福就是祝福这两个囡仔的后代，也会当遐尼多加水。所以以色列的祝福，就是将这两个囡仔交伫上帝的手中，求天使眷顾伊的天使嘛，保护因以外，别人会当因为因来认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以及上要紧的是上帝。创世纪48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日，雅各甲因祝福讲：以色列人要用恁甲人祝福，讲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甲玛拿西共款。雅各甲以法莲摆伫玛拿西的头前。咱来知影创世纪48章其实对后来以色列的政治派有真大的影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家族内底，鲁便甲西面带头，用欺骗的方式灭绝示剑，这个城市，创世纪34章。然后呢，伫迄个示剑这个事件了后，雅各打这两伊个囝讲，我真惊咱的名去互拍歹去，对无？因为至到以色列得到歹名声，对后来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，因爱学着教示，袂使无理由的使用暴力，然后这个过程爱自我克制。实际上，这项代志嘛，对现代的以色列有真大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以色列其实就是雅各啦，雅各用祝福要翻转过去的歹名声，伊用这两个囡仔来代替迄两个，听有意思吼？伊用以法莲甲玛拿西来代替鲁便甲西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过去呼召这个家族的上帝，伊就亲像各样的来带这个家族，对赫兰到迦南，直到埃及，因经过艰难甲陷阱，因经历家族内底兄弟中间的冤仇甲情感，
总是相时上帝稳重的手一直咧固守甲养饲因。以法莲甲玛拿西因退换了后，因相时处事嘛颠倒变。这拄拄更较表达出上帝的祝福有伊的时间甲方向，无人会当改变。所以布鲁格曼这位近代旧约的神学家，伊用以色列必须要古传来表达伊对这段经文的灵性理解。伊讲，伊安尼写，伊讲以色列需要古传。因为上帝竞选以色列的三宝拒绝埃及法老的命令，这记载伫出来记第1章。因为上帝竞选大卫，予伊面对扫罗拒绝歌利亚的挑战。以色列需要拒绝，因为这位上帝上尾背叛定死伫十字架顶的迄位。伊引带袂晓行路的、痴迷的、丧凶人，甲得到太高的。然后，伊引带的是一群无大囝继承权、无啥物货通夸口的德行甲气力的人。所以以色列需要拒绝，因为伊知影连伊家己的性命。拢是上帝所赏赐的 surprise， 惊喜啊！吼，惊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过去塑造历史的上帝，直到今仔日，伊迄个稳重的气力悠远伫咱这个世界。上帝的祝福，就是逆转、逆转、倒变的福音。伊爱咱。拒绝整个世界看起来上阳光的价值观，好好去看，到底是啥物人、啥物代志，才是伊呼召咱去承受的阳光。1975年3月27号，当时有一个20岁的少年囡仔，伫伊的老母的洗头毛店咧斗相共。伊个店来一个人客，是全镇上老的一个阿婆。迄个全镇啊吼，因迄个镇伫纽约内底，然后全镇内底上老的阿婆，伊个名叫做 Ruth。然后，这个少年家面对这个镜，伊就咧洗头嘛，帮人洗头，然后每一遍伊也抬头看镜。伊的这个阿婆目睭就金金啊看伊，伊唔知影是安怎，这个阿婆上老的，一个阿婆来洗头，结果就来金金啊看。后来既然这个阿婆将伊本来搭伫头壳，咱知影伫迄个洗头毛店吼，有迄个风罩将迄个搭拉摕掉。然后对这个少年家讲：你互我一张纸，刷落去。对伊讲：少年家，我有一个预感，你将来会环游世界，将你的声传达予千万人听，将你的声传达予千万人听。这个少年家出世伫美国的纽约一个镇。伊的老爸是牧师，伊的妈妈开洗头毛店。14岁的时阵，伊的爸母离婚，所以这个少年家，伊就甲朋友伫迄个街头咧，逐工就伫街仔顶吼咧凊彩交朋友，就伫遐甲人做一寡歹代志。伊的妈妈真烦恼，总是管袂叮当，嘛无用，无法度管，所以伊就无惜代价，送这个少年家，坚持送伊去学费真贵的私立学校，
伫美国，咱爱知影私立学校足贵的。这个决定救伊，因为后来当时伊所交的朋友，差不多大部分拢进入少年的感化院。伫学校内底，伊是真熬运动的人，总是伊无爱成做职业球员，运动只是伊的兴趣。伊未来想要做啥，伊无真清楚。所以一开始，伊只是想讲，无来做医生好啦。所以，伊就进入纽约复旦这个大学来读医科的预科，医学的预科，总是真侪科吼，伊入去读无。伊迄学期就知影，伊知影的代志就是伊一定会互人断掉。一定会落地，所以伫迄学期内底，伊想讲无来转做律师好啊，就转去法学院法学院吼读迄个预科，然后读的，佫想讲无我来做记者好啦，所以佫走去修迄个新闻传播，所以伊即种三心两意，互伊读到第2档。总是反映伫伊的成绩。当年迄个学科成绩平均 GPA 满分是4，伊只有得到1.8、1.8，所以无及格啦。所以学校后来看伊这个少年家真浪动，就伫规工伫学校，毋知咧创啥，就建议讲无你先休学。你想清楚，讲你要读啥较来？所以这个时阵，伊已经20岁啊，离开大学无代志做，只好去因妈妈开的洗头店当斗相共。结果既然拄到这个老阿婆咧带伊有缘甲祝福，伊心内底想讲我会当去读册，拢无啥清楚啊，要读啥佫毋知，你即摆甲我讲，我会环游世界。我的声音会互千万人听见，透可能。伫迄年的热天，伊去到美国的康乃狄克州 YMCA 的 Summer Camp， 就是夏令营来做辅导员。然后伫营会的结束，这些工作人员拢爱上台表演。结果当伊表演结束，有人甲伊讲。你倒有考虑要演戏？你真有天分嘞！你倒有要考虑演戏？所以伫暑假以后，这个少年家重新转去大学，即便伊就选择主修戏剧，并且伫刷落来这2档内底，伊去到美国的一个真出名的戏剧中心，叫做林肯中心来学习。伫大学的时间，这个少年家已经伫舞台顶演出莎士比亚的《奥赛罗》，甲尤金·欧尼尔的出名的戏剧，真受好评。2档后，这个少年家用戏剧甲传播新闻的2个双学位来毕业，对这个学校来毕业。这个毕业，伊就演出电视的一个电影，4年后，伊就开始做电影明星。你敢知影我咧讲啥？对迄时开始，伊从事戏剧40年。这个少年家叫做丹佐华盛顿。对迄时开始，伊就做电影明星40年。1999年，伊得到金球奖最佳男主角。2002年，伊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。2016年，伊得到金球奖终身成就奖。2020年，《New York Times》纽约时报
选伊是25个21世纪上伟大的演员中的第一名。4当前，2014年12月21号，拄打旧年，伊伫纽约的一个教会接受红木的浸礼。原因就是当时这个阿婆的预言甲祝福。这个阿婆的预言是啥？你会环游世界哦，你的声音呢，会互千万人听见哦。真正互千万人听见对无？连咱这种伫台湾的人嘛，小可知影，这个真出名，叫做丹佐华盛顿的演员。所以伫旧年的年底，伊伫迄个红木的浸礼内底，伊安尼讲，伊讲，假使上帝会当为我做着，那安尼伊无啥物袂当为你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亲像雅各对这两个囡仔的祝福，咱拢伫上帝的祝福内底。伫生命的过程内底，咱会拄着啥物人？咱拄着啥物人的时阵，咱是领受祝福的，还是互人祝福的？其实迄当时咱毋知影，对无？总是假使是上帝爱咱去互人的，还是爱咱去领着的？这若是伊的心意，那安尼，迄时所发生的必定会应验。我嘛相信，这就是上帝祝福临到的事。但愿咱拢会当伫今年领受到上帝互咱的祝福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你的怜悯，你的恩宠，互阮做伙来到遮领受你的祝福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知，虽然有当时阮凭家己的心意乱撞，有当时无得较合你的心意。主总是你知，阮是你的囝，阮是你的子民，你听阮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真正行伫上帝你的祝福的内底，扶持阮，互阮行伫你爱阮行的迄条路顶头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